我而家將兩隻等級2嘅噬惡者餐刀重擊，用呢兩隻怪獸建立超量網絡，超量召喚，即刻現身啊！天豪怪獸65號，受詛咒嘅制裁執行者，裁斷魔人，審判破壞者。呢隻偏豪怪獸咁嘅，我喺佢身上感覺到一股奇怪嘅氣息。我而家命令黑幕攻擊希望黃方譜。喺呢個時候發動黑幕嘅怪獸效果，消耗佢一個超量素材，令對手嘅攻擊力減一半，將減少嘅數值加喺黑幕嘅攻擊力度。你做乜嘢啊，艾斯蘭？你唔發動咗你喺霍普身上嘅交換防禦長袍嘅效果啊？艾斯蘭啊，快啲發動效果啦！係咁嘅話，就可以根據霍普攻擊力變化嘅數值，對佢造成傷害噶啦。你落唔到手啊你？係咁，將霍普徹底消滅啦！我而家發動霍普嘅怪獸效果，消耗佢一個超量素材。令牆上一隻怪獸嘅攻擊無效化，還原護罩。係咁嘅話，我發動審判破壞者嘅效果，消耗佢一個超量素材。當牆上嘅怪獸發動效果嘅時候，另一隻怪獸發動嘅效果無效化。仲有啊，根據呢個效果，我仲可以對對手造成500點傷害啊！未完啊，仲有黑幕嘅攻擊啊！呢次一定要徹底消滅霍普！仲陸續有嚟啊！用審判破壞者，對艾斯蘭發動直接